一個由澳門嚟台灣進修扯鈴嘅女仔，喺大學4年裏面我學識嘅3件事。比起技術，我更深刻嘅收穫係心態。帶住澳門最強嘅實力嚟到全世界扯鈴最頂尖嘅地方台灣，先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是，要磨掉嗰份驕傲，先可以補足自己嘅不足。如果自滿蒙蔽我哋雙眼，睇唔到自己嘅短處，咁呢啲嘅實力一啲都唔值得自豪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，唯有保持謙虛，先可以開始進步。以前以為時間用得夠多，動作就會熟練，但係冇系統冇思考嘅練習，只會越練越冇自信，越冇效率。就好似語言學習一樣，如果只係死背生字，唔調整 grammar， 係永遠都講唔好嘅。真正嘅進步係嚟自於實踐同埋調整，質量比數量更重要。呢句說話老土，但永遠中肯。就算領導思維，動作唔穩，表演唔好睇，冇實力係企唔住嘅。運氣將你推上台，但係實力決定你留唔留得低。願我們都可以成為嗰個機會嚟就把握得到，機會未嚟就可以不斷打磨，令下一個機會非嚟不可。感謝澳門萌芽時期嘅養分，感謝台灣高水準環境嘅力量同埋推動，令我成長磨練同埋突破。相信你同我都一樣，只要願意打開心扉，生命就會以最意想不到嘅方式回饋我哋。我係 Hilary，我哋下次再見。